再来关心这新竹县的明星科技大学呢，这几天啊竟然出现3只牛，而且呢，这个牛佮行去人的运动场咧食草啊。校方讲，就是厝边所饲的牛逃走出来，即马已经要求对方赶紧把牛牵倒转去。学校运动场竟然有牛伫顶头食草，而且跟哪行哪食。新竹县民生科技大学最近伫学校内底看到3只牛，四界乌白走，而且完全唔惊青昏。其实蛮新奇的，因为很少看到牛出现在校园，然后这是第一次见到牛。那会不会担心会有危险这样？其实还好，因为它感觉蛮温和的。我觉得很震惊啊！我想说，哇，是谁放牧来这边吗？但是我想想，不可能吧？明星牧场吗？对啊，很扯，很扯。吓到，有吓到。根据了解，这几只牛是对附近饲牛的农场逃走出来，学校把通知主人赶紧把牛带回去。不过要找的时阵，煞经碰见，目前牛应该搁秘伫学校内底，已经派人走找，就惊去造成学生危险。我们原本养的地方，它就是自己放养嘛，然后它会出去吃草，晚上会回来，但是后来就没有回来了。因为我们有跟学校联络啊，警察局也有去备案。后来他的那个学校那边有通知，我们将牛只呢赶在我们校园的后方，避免教职员工生接近，因为我们还是想要预防牛只会不会有这个临时的攻击。我们也找到了这个遗失牛的事主，事主表示呢，在今天下午会启动这个载回的机制，那会请人力还有货车到学校来去做移动移运。学校提醒学生，若是有看到牛的时阵，千万莫紧我。拜三下晡，牛的主人也会派人去学校处理，用早把牛找到，互因转去家己的处理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